BNO 港人問得最多嘅5條問題，1分鐘答晒。Q1 4月8日係乜？係 BNO Settlement 規則有更新嘅生效日，其中包括身份核實流程嘅新安排。Q2 係咪一定用到 ID check app？唔一定，文件寫明係 when available， 即係視乎當時系統有冇提供。Q3 如果用唔到 app 點算？就要跟返指引，用指定方式完成身份核實同申請流程，必要時要去指定地點處理。Q4 過期 BNO 或 HSR 護照得唔得？如果用到 app， 文件寫明過期5年內可以接受作身份同國籍核實。Q5 英文要求 B1 升 B2幾時？2027年3月26日生效，但係只適用於文件列出嘅指定定居路線，未見包括 BNO。有問題歡迎留言，我哋會整理回覆。追蹤 AI Daily Digest 睇更多每日快訊。